陪伴咗我哋成個童年，有神奇百寶袋嘅哆啦 A 夢，可能隱藏住一啲令人心寒嘅秘密。今日我就同你傾下哆啦 A 夢背後幾段鮮為人知嘅離奇傳聞。如果哆啦 A 夢真係一個唔應該存在嘅版本，你又夠唔夠膽睇呢？你好，歡迎嚟到瓜皮靈元購，呢個 channel 會同你探尋靈幻故事，歡迎訂閱、分享同埋留言評論。哆啦 A 夢亦即係叮當啊，係好多人童年回憶入面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嚟嘅。相信好多人都睇過呢部動畫㗎啦。其實自從1969年漫畫誕生以嚟，呢隻藍色嘅機械貓就以佢溫暖治癒嘅故事風格風靡亞洲，陪伴咗幾代人嘅成長。不過正正就係因為佢知名度太高，所以任何偏離常規嘅版本都會引起好大轟動。而關於佢嘅一段靈異事件，卻係鮮為人知。相傳1984年，日本電視台曾經喺午夜播過一集根本唔存在於任何哆啦 A 夢官方記錄當中嘅詭異動畫。當時日本電視業正處於黃金時期，動畫節目表亦都好固定嘅。深夜突然間插入咗一集未知嘅動畫，本身就好唔尋常㗎啦。咁而動畫片入面嗰啲人唔單止形態扭曲變形，就連佢哋嘅行為舉止都好古怪，畫面色調又偏暗，顆粒感好重，就好似一啲好舊嘅錄影帶咁。由於係深夜嘅時分播出，所以好少人睇過，更加咪話提供人證或者物證。之後電視台又出面否認曾經播過呢段詭異嘅哆啦 A 夢。而呢部詭異嘅動畫嘅標題中文直譯就叫做《藝人》。個劇情大概係大雄同埋哆啦 A 夢就用咗個道具穿透圈，就去地殼下面嘅地底商店。佢哋穿過一層層嘅岩石，嚟到一個幽暗嘅地下空間。嗰度啲燈好暗嘅，彌漫住潮濕嘅氣息。途中佢哋遇到3個地底人。佢哋着住好似斗篷一樣嘅衫，佢哋面部嘅表情僵硬，行起路上嚟好似機械人咁嘅。但係佢哋同哆啦 A 夢又係識嘅喎。地底人就帶佢哋嚟到一個擺住一個好大嘅地球儀嘅地方。而喺故事嘅最後，地球儀突然間裂成咗2半，入面湧出好似血一樣嘅黑色嘅液體，又黏稠，流得又慢嘅。大雄同埋哆啦 A 夢就好驚啦。而故事嚟到呢度就冇啦。根據嗰啲少數嘅睇過嘅人嘅講述，呢一版嘅哆啦 A 夢個長相好奇怪嘅，令人覺得好唔舒服。由於呢個版本已經消失咗啦，冇辦法求證啦。不過啲人都係總結咗幾點好奇怪嘅地方。首先第一個就係哆啦 A 夢嘅手臂好長好長，比例完全失調嘅。第二個就係整體嘅畫風同以往相比完全唔一樣，睇落去好簡陋，完全冇一個圓潤嘅感覺。而第三個就係哆啦 A 夢原本圓揼哚嘅面變到又細又長，對眼亦都空洞無神。而大雄對眼亦都好詭異、好空洞嘅，完全冇咗往日咁精靈活潑嘅感覺。總之啦，呢個版本完全唔似正常嘅哆啦 A 夢。一啲都唔可愛。仲有呢部動畫片係冇配音嘅喎，好似默劇片咁，中間只係得啲雜音或者靜音，根本冇辦法判斷啲人喺度講緊啲咩嘢。而更加奇怪嘅係，嗰3個帶路嘅地底人似乎同哆啦 A 夢都係識嘅噃，但係佢哋係之前所有故事都未出現過嘅角色。又因為冇台詞啦。佢哋之間係咩關係就唔知。另外，靜香、小夫、胖虎呢3個經常出現嘅角色喺成集動畫當中都冇出現過，就好似刻意被排除在外咁。傳聞話呢集動畫係1984年7月20號播嘅。不過根據網絡嘅資料，當日播出嚟嘅故事片名應該係《大雄的童話旅行》。由於官方記錄同節目表有矛盾，呢樣嘢亦都引起大量嘅猜測。有人懷疑電視台內部係咪有人靜靜雞換咗條帶呢？
咁呢個到底係謠言定係電視台刻意去隱瞞真相呢？我哋就唔知啦。令人疑惑嘅係，從來冇人企出嚟證實當日播嘅到底係大雄的童話旅行定係藝人。咁而呢單詭異嘅事件之後，又流傳出另外一個都市傳說。咁個故事就要由漫畫嘅作者藤子不二雄開始講起啦。好多人以為呢個係單人嘅筆名，其實係唔啱嘅，因為佢係藤本弘同埋安孫子素雄兩個漫畫家共用嘅筆名。哆啦 A 夢最初就係由佢哋合作去創作㗎啦。去到1969年，小學館首次將哆啦 A 夢作為長篇連載漫畫出版。1979年呢，動畫就喺日本播出，掀起熱潮。後嚟兩個人就終止合作，淨係喺共同嘅筆名當中加個字母嚟區分開。再到後嚟，藤本弘患咗肝病，但係依然堅持創作，直到1996年9月23號凌晨因病辭世。藤本弘離世嘅消息震撼咗成個日本漫畫界，好多粉絲都自發悼念。而怪事咁啱就係發生喺呢一日嘅深夜，就係呢一晚，電視機前面嗰啲觀眾意外睇到離奇嘅一幕。流傳緊嘅第一個版本呢，就係藤本弘老師走嗰一晚，廣告之後突然間開始播放哆啦 A 夢，但係冇片頭曲嘅，畫面入面淨係得大雄一個人喺房入面係咁轉圈圈，背景亦都冇任何聲，只係得腳踩喺地板輕微嘅響聲啫。轉咗大概10分鐘之後，佢停咗落嚟，講咗句：唔走都唔得啦。然後畫面慢慢變黑，結束。而第二個版本呢，就更加詳細啦。大雄行喺一條白色嘅大道上面，一望無際嘅，兩邊冇任何嘅景色，淨係得白色嘅光線。佢手入面唔知點解攞咗本速寫簿，上面好似畫咗啲咩嘢咁，但係個鏡頭呢冇俾特寫佢。呢個時候，哆啦 A 夢由後面追上嚟，佢話：已經走咗啦。大雄擰轉頭話：係啊，唔走唔得啦。講完之後，大雄個樣就慢慢變成藤本弘自畫像嘅樣啦，即係嗰個標誌性嘅圓面加眼鏡嘅形象。哆啦 A 夢話：多謝晒你啊。藤本弘話：邊度係呢？邊度係呢？之後兩個人互相微笑，畫面慢慢變白，全片結束。兩個人嘅語氣平靜得嚟，亦都有啲唔捨得，就好似一場正式嘅告別咁。而時至今日哆啦 A 夢嘅故事依然喺度繼續緊。按照藤本弘老師嘅遺願，動畫就由佢嘅弟子繼續創作。而網絡上面仲流傳住各種版本嘅哆啦 A 夢嘅結局。版本一呢，就係大雄突然間瞓下覺扎醒，發現自己瞓喺鋪床上面。原來世上根本就冇機器貓，冇竹蜻蜓，冇隨意門，亦都冇百寶袋。原來大雄因為嚴重嘅自閉症，被送入精神病院已經有8年啦。靜香係佢細個時候暗戀嘅女仔嚟嘅，佢所有記憶全部停留喺8年前嘅早晨，一切都只係佢嘅幻想。而第二個版本呢，就係大雄擘大對眼，佢發現自己喺一間房入面，原來佢係個植物人，佢身邊得阿媽喺處照顧緊佢啫。至於胖虎同埋小夫，係佢渴望嘅友情嘅投射。靜香呢，就填補咗佢對愛情嘅幻想。所有嘅故事，包括哆啦 A 夢，全部都係大雄幻想出嚟嘅啫。呢兩個廣為流傳嘅結局，令到好多粉絲個心碎到一地。但係後嚟經過查證呢，佢哋最早出現嘅係同人作品或者網絡論壇，就唔係官方設定嚟嘅，已經被證實咗係虛構㗎啦。所以大家都唔使傷心。哆啦 A 夢呢個陪伴我哋度過咗美好童年嘅朋友，如果你一定要揀，係圓滿嘅結局啊，定係永遠冇結局呢？俾咗我更加願意揀嘅係永遠冇結局啦。因為童話嘅意義就係在於佢嘅延續性。
就好似我哋心入面有一個永遠都大唔透嘅細路哥咁。只要仲有人願意相信，哆啦 A 夢就永遠唔會結束。你試諗下，事隔多年，靜靜地坐低，一個人睇住哆啦 A 夢，呢個呢，就係一個冇終點、永遠溫暖嘅童話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呢個 channel 會同你探尋靈幻故事，歡迎訂閱、分享同埋留言評論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！